嘛是因为武汉肺炎这个瘟疫，所以有袂少的乡亲拢到庙里去拜拜求平安。台南有370年历史的行济宫，是奉拜着医神保生大帝大道公。最近来参拜的信众是加真多，拢是来拜求着疫情会当赶紧过，也有乡亲替伫咧中国咧工作的家属来祈福。这间行济宫嘛是全台湾少数有360支药签的传统庙寺。华要抽签，抽的是药签。药签的签史毋是讲运道，是厝远有370年历史的台湾书店行济宫，服侍是医神保生大帝。这个药签有360支，佫因应时代变化，药签筒佫有分有内科、眼科、手指科等等。这几年来，佫加一个现代文明病这一科。中部的30首，其中的一首的药签也做高士治疫风。这个会增加咱人的迄个免疫力。最近因为武汉肺炎加流行感冒来参拜信众有较侪，拢是求身体健康，嘛有祈求疫情会使赶紧退。这个武汉的疫情吼，也嘛加减有影响咱台湾，希望保生大帝，互因等个行为能照顾咱这万民。这个信众提高超2成。求药签方式嘛真特别，就是将手放伫神道顶，放3炷香，互保生大帝赞美，说咧才会使求签。都拿去中药行去改药啊。医生看病，各有单，袂少信众来伫求诊，是讲嘛是爱提醒乡亲，人若无爽快，上好先去找医生，找出病因，对症下药，安尼较好。